到这个国文是不是时阵要解封解除限制？即嘛关系到明年的假要安怎请？行政人事行政总处公布2023年，就是明年政府行政机关办公的日历表，其中有9个连续的假期超过3天的，啊，这个。过年经过一个手会使连休10天，若是佮加请4天假，就会使连续休16天。过3年啊，这个国文若真正解禁解封出国免怎规划，旅游专家嘛有提出建议。各位贵宾，欢迎抵达东京。你的脚是毋是真痒？你的耳仔是毋是真像算算的溜偌久无飞上天听雨夜花，拍开明年的日帖？想要去日本旅文，敢有机会只要边境国门一开，因为人事总处公布明年3天以上的年假有9个，对一开始的元旦、春节、日日纪念日、儿童节、清明节、1路到5日节、国庆日，上尾也是跨年。春节休10天，对头前请4天，加起来休16天；日日纪念日加请3天，连休9天。只要头家袂甲你骂，同事袂讨厌你。带领大家飞往爱媛上空。你有免伫天顶飞1礼拜，你会当降落地面升1礼拜。春节哈，其实蛮推荐大家去日本哈。那尤其是日本的青森县哈，青森县哈，或是东北的这些树呢，看起来非常像水墨画哈，这个意境非常的美哈。去泰国的清迈哈，那清迈的话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东西好吃啊，然后人情味也很重哈，然后这个气候又很好。你有免累出国，就惊你出国出甲真忝。毋过出做工课总是爱行的，休假这就有6个拜6爱补班。这个是红烧狮头。天下间无免钱的中昼顿，嘛无互你食免钱的飞机餐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